近排咧係咪成日碌到話咩廣發線地鐵上蓋20個就可以直接攞低一套產權嘅現樓公園，但係1萬位置1萬樓盤咧依然全部又係 CCC。今日小曾又來現場同你打價啦，20個咧就冇噶啦，呢啲中介就係偷換概念，全部咧係首期嚟嘅。呢度賣緊60方嘅複式，總價咧都要40個出頭噶啦。嗱，就喺呢一個叫做金海廣場樓下咧。就我哋嘅東平地鐵站同埋文明金海城嘅商場噶啦，啲戶型究竟生咩樣咧？相片上到嚟啦，呢一套咧就110方嘅複式，可以見到7字嘅單邊呢啲陽光，真係發聲入到嚟啊！旁邊咧就係我哋嘅世紀蓮啊，喺屋企就可以聽演唱會啦，都唔使去現場買門票噶啦。呢個客廳大島係咪叫幾個阿姨上嚟跳廣場舞都得嘅？咁呢一套咧就110方，如果你覺得大咧，旁邊仲有60方嘅。跟住我見到繼續睇呢一套咧就60方嘅複式，做咗1房1廳嘅格局。如果話做2房咧，都係可以做到嘅。同埋咧，樓過中空，成間屋咧非常之開闊，非常之大氣啊！仲有咧都可以望翻我哋嘅東平河，母親河嚟嘅喎。咁總結翻呢度咧，7000蚊左右一方，然之後毛坯。然之後現樓現正樓下咧就係東平嘅地鐵站同埋嘅金海城商場啦。如果話你有興趣咧，評論區扣3個6，我打包發晒啲資料俾你。